近日經典港劇劇組再次上演《回憶殺》，影帝古天樂大手筆自掏腰包，私下組局邀請咗 TVB 劇集《阿 Sir 早晨》同劇演員聚餐，世紀大合照一曝光，瞬間勾起無數資深港劇觀眾嘅集體回憶。早前男星吳家樂喺社群媒體分享咗派對合照，相中可以清晰睇到，當晚餐局除咗做東主嘅古天樂同埋發文嘅吳家樂，仲有多位久未露面嘅熟悉面孔，場面可謂星光熠熠。其中包括退圈多年嘅簡佩君、周文琪、車婉婉，同埋當年備受 TVB 力捧嘅新五虎成員何遠行，大家歡聚一堂，氣氛極為融洽。吳家樂發文直言，老同學每次聚會咧都非常之開心。佢更公開感謝古老闆請大家食大餐，亦都熱心介紹新朋友同合作機會。合照中罕見現身嘅何遠行，讓唔少網友感到驚喜。呢位曾經同女星李彩華有過一段高調戀情嘅男星，早已悄悄轉行。呢啲年嚟，佢長駐內地，將全部精力投入冷氣生意。今次回港同劇組重聚，睇落瘦咗唔少，身形非常之健碩。不過喺眾多面孔中，最令外界驚喜嘅，莫過於徹底息影長達27年嘅簡佩君。照片中嘅佢雖然退出演藝圈多年，但係保養得宜。回顧簡佩君嘅演藝生涯，雖然短暫，卻大家留低咗深刻印象。90年代初入行嘅佢，憑藉清秀五官獲唔少演出機會。咁當年喺劇中曾經飾演古天樂嘅女友，真正俾佢紅遍大江南北，至今被津津樂道嘅角色，則係神劇《神雕俠侶》中孤傲倔強嘅陸無雙。喺事業上升期嘅1997年，簡佩君決定全面息影，轉投商界。佢早年經營美容生意，吸引好多明星。可惜經商之路慘痛至極，佢曾經聲淚俱下揭開被生意夥伴嚴重出賣嘅黑暗往事。咁當時咧，佢同合夥人咧經營護膚品品牌啦，甚至籌備將公司上市。點知道合夥人以合併業務為由，連氹帶壓要求佢轉讓商標，毫無防備嘅佢簽名之後呢，對方竟私下將品牌高價賣俾咗其他嘅上市公司。呢一波暗箱操作俾簡佩君瞬間血本無歸。佢絕望形容呢就好似走喺街上被公然搶劫，最後反被誣陷成咗賊咯。生意上嘅糾紛背叛，加上前合夥人嘅惡意騷擾，為佢帶嚟咗常人難以想象嘅精神壓力。長期處於恐懼中，直接導致佢身體垮掉。簡佩君痛哭失聲，憶述當時去醫院檢查，醫生殘忍告知肚嘅 BB 冇咗。俾人痛心嘅係流產悲劇發生2次，呢對9代單傳嘅丈夫無疑係毀滅性打擊。經歷2次小產之後，醫師下達殘酷診斷，告知佢未來懷孕機會微乎其微，幾乎終身不孕。面對破產、被走身家、失去細路同埋終身不孕嘅重擊，簡佩君坦言情緒一度瀕臨徹底崩潰邊緣。幸運嘅係人生最低谷，丈夫一直不離不棄，用耐心同愛意陪佢捱過痛不欲生嘅日子。喺家人嘅支持下，簡佩君重新振作起嚟。夫妻2個後來攜手成立全新品牌，再度勇闖商界，證明自己。